也为着要反制中国的威胁，咱国军要打造台湾之盾。国防级别条例行政院、国民党甲民众党三个版本，后礼拜要伫立法院来审查。也台中市长罗秀燕是去到美国来访问，讲到无人机的战略。不过在野的版本是无甲无人机的生产列入去。针对这层，一个民众党的立委王安祥表示讲，会伫审查时听国军的说明，再过来讨论。 有关提升台湾国防实力，国防特别条例下礼拜将要审查。国防部最新报告指出，要用特别预算规划整体防空甲飞弹防卫、联合反登陆、联合国土防卫，也有组建持续量能整备，经由对美国军事顾问甲国内威胁演化相并进行，建构完整的台湾之盾，反制中共威胁。 行政院对此提出1.25条版本，连民众党团4000亿版本，加国民党团3800亿加N 的版本并案审查。也个无论是列入金额、采买项目、执行的期程，三个版本差异真大，会引起朝野攻防。外界烦恼讲，短期内恐惊无法处理共识。我们包括像美国的国会、美国各个系统，还有美国的精英智库，我们都有很好的沟通跟对话，增进彼此的了解。 互信合作很有建设性的帮助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完成访问美国行程，会晤美国国务院、国防部高层官员，强调军事顾问亲像买保险，也讲到无人机战略。不过国民党、民众党版本只有对美国军事顾问、无人机部分，亲像国产自制，以及有希望采取台美合作生产拢比三读。因此国民党内部也对国防议题态度出现转变。 最重要的是在谈论，不管是高科技产业、无人机产业，都是台中的优势产业，更能够为台中转成订单。进去做讨论，我觉得我一直说这个话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异中求同了哈，去寻求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方向。比如说呢，他有去跟这一个美国接触，又或者说呢，他有来机密会议，其实这一些人就完全知道我们的国防需要什么。 针对国军来强调20万架无人机，民众党团讲会伫审查时听出国军的说明。民进党立委希望特别条例尽紧通过委员会，大大来加强国防自主的能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